81，啥物人爱去台北？82，这是啥物人的册？83，吴先生买茶互你啉无？84，杨先生在做老师。85，伊有真侪鉛笔。86，阿华在写字，是无？87，阿娟来台中读册。88，阿明讲伊毋读册。89，台北有真侪人无？90，你要来台中读册，是无？91，伊用鉛笔在创啥？92，黄老师真爱啉咖啡，是无？93，张太太还袂去高雄。94，你爱用啥物笔写字？95，请你去食饭。96，有人真无爱写字。97，阿仁来未？98，阿娟有在读册无？99，杨先生买钱互我。100，你钱还袂互伊，是无？是，我钱还袂互伊。